每一天，无事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8月16，诗篇51篇一直安尼讲：上帝啊，求你可怜我，可怜我，我要秘伫你遐，秘伫你实果的保护下。天后灾难拢过去，三甲来祈祷，互阮秘伫你实果保护下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创造世上万物，掌管世间万物，赐福地上众人的全能上帝。你予日月星辰排列伫天里，你予春夏秋冬四季照时。你降雨水润泽土地，予土地活出美牛。你予花草有露水，予地上景致美丽。你予人有活命，通领受你丰盛恩典。主啊，何等恩典是你所赏赐。主啊，愿伫世间有苦难，亲像伫布片在吐气。愿一生的年日不过是暂时。主啊，求你可怜阮，可怜阮，愿要秘伫你遐，秘伫你实果的保护下。天后灾难拢过去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